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阿 Keith 大睇佬啊！今日咧我出區咧帶大家去睇一個全新嘅屋苑。呢個屋苑咧佢嘅設計度、精緻度、靚嘅程度咧喺呢幾年咧都可以算係數一數二。佢從入口、地下大堂，就算上到個單位咧，每一個細節咧都係做得係十分之好嘅。而且咧啱啱好咧攞到去第一條鎖匙，所以咧呢條片咧係全網首發，介紹俾大家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帶大家去睇到先，睇片。每一個屋苑咧，留唔留到一個深刻嘅印象咧？第一個感覺咧就係一個屋苑嘅入口，好似海德園咁樣啦，可以坐出一個咧，好似一個5星級酒店有一個56米長嘅室內 drive 位，好似而家夏天咁樣，經常咧落大雨，就算咧有一架的士喺你前面咧，開遮、閂遮再上車，其實咧都已經係全身濕晒，十分之狼狽。如果譬如話有一個室內 drive 位嘅話咧，如果你有一個小朋友、有架 BB 車，就算打8號風球都好啦，其實咧都係冇問題，可以慢慢上車。入到嚟咧就會見到一個充滿藝術氣息，好似一個5星級酒店嘅迎賓大堂，3座同埋2座係連貫起嚟，咁所以咧都係十分之有氣派。而海德園咧有一個更大嘅優點咧，就係佢坐出一個咧高私隱度，8個單位係有2個電梯大堂，咁上到自己嘅電梯大堂咧就淨係 serve 4個單位嘅啫。歡迎上到嚟海德園2座中層私室，實用面積522尺嘅2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咧向東南方向望出去嘅景觀咧都係十分之開揚嘅。而家我由大門開始帶大家去睇。好，大門嘅左手邊呢度咧係可以做到頂嘅鞋櫃啦。咁而再望翻去客飯廳啦，佢呢度咧闊度咧就2.7米，咁而由露台去到呢一個位咧就大概6.2米。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長方形嘅客飯廳咧十分之好用。咁而且咧留意翻咧呢個開放式廚房咧係同呢一埲牆咧係拉平咗嘅，咁所以咧係冇佔用到嘅空間。呢度咧係可以放到咧4至6人嘅餐台啦。咁而呢度兩邊梳化擺邊面都係任你選擇㗎啦。東南方向望翻向咧前面柴灣泳池嘅方向啦，咁所以咧又有藍色又有綠色，個景觀咧都係十分之舒服嘅。好，過去睡眠區啦。細睡房呢度長度2.1米，個以呢一個嘅闊度咧2250，咁啊中規中矩啦。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佢係落地玻璃，採光都係十分之好嘅。咁啊而不得不提啦，海德園咧絕大部分嘅單位咧亦都係有一個明廁有窗嘅，十分之實用。好啦，再入到嚟個主人房啦。嗱，佢呢度咧真係偷晒啲位，佢可以做到一個平排嘅衣櫃。咁咧，絕對係咧唔會嘥咗咧呢邊係擺床嘅位置啦。咁佢亦都咧係好細心嘅，你會見到咧呢一度咧係會長啲。咁所以咧你擺床咧係絕對係好好用。咁啊，亦都係啦，佢大部分嘅單位咧都係有呢個 L 型嘅過窗啦。咁所以咧兩邊個景觀咧都係會望到嘅。咁呢個咧係會望到跨灣橋嘅景觀。好，嚟到最後總結。太古地產海德園，無論從佢入口嘅室內 drop 位啦，一個咧好似藝術中心嘅地下大堂，低密度嘅雙電梯大堂，甚至乎咧入到嚟呢個單位咧，亦都係會見到咧佢嘅廳大房大咧十分之大氣嘅，所以呢個屋苑咧絕對係不容忽視。如果朋友咧對海德園想了解進一步嘅資訊嘅話咧，可以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